聖經使徒行傳13章23節，從這人的後裔中，神已經照着所應許的，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穌。當日神同大衛立約，應許佢嘅後裔，佢嘅國度、佢嘅國位，都能夠可以永遠嘅長存堅定。但係佢哋被擄，但係到咗神指定嘅時候，耶穌基督嘅降生係大衛嘅後裔，亞伯拉罕嘅子孫，大衛嘅後裔，係好清楚俾我哋見到神嘅應許必定嘅永遠應驗，神嘅應許絕不落空，佢嘅話係絕對可信可靠，佢應許俾一位嘅救主，耶穌基督就照住神所安定安排好嘅時間，道成肉身嚟到世上，為我哋全人類嘅罪釘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，叫一切信耶穌嘅得永生。信耶穌真係好好噶，我係鄧英善牧師。